数款，后上海上歌，有花海家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中阿中古，又到了你老后上人大追古嘅时节了。观众朋友，先想一下，你有思考过你有刻板印象冇？到底嘛个系刻板印象咧？你家上会讲嘛个咧？西南人会较硬长，西门人较温柔，呢就系刻板印象。不过呢个观念，到呢个时代更很有才。你今日邀请到6个后上人老大家向下来分享下地道到生活当中度过嘅新片刻板印象咯。上场欢迎。多谢老太家小姐到的是子怡。大家好，我是看起来当温柔，不过呢，其实当坚强的子怡。就是小女人推然小辣椒，还冇？算是。冻懒。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谁五脏没有俱全？等一下看一下马个哪位冻懒哈？第一张老太小嘅係燕子。大家好，我是喜欢太素太叫抽嘅时间叫我爸爸嘅燕子。有什么你就不要给我爸爸啊！好，好，第三张放美嘅阿史爺妹，老太家小記下。大家好，我係先嘅動中寫來嘅，我係上過動態嘅阿爺妹。他叫放木蘭呐，放木蘭啦。阿勇講，冇錯，大家就點咪大概6樣嘅時間，一講法嘅南講茶條嘅嘢都談得到。第四張老太小嘅係白劍。大家好，大家好，我係東校老師5篇要強下做哦，許峰社上覆蓋白橋。許峰社，但今天沒穿這樣子，今天沒穿，可能到個地位看唔到。第三名，第五張老太小嘅係機器人咧。嗨，大家好，我係青老年講西拉做唔得幾位機器人，我最後叫做唔得。那个眼药水。好嘞，等一下再演，等一下再演，现在不要演了哈。最尾老太小嘅係阿師傅。哎，大家好，我就西門人嘅土生人嚟啦，眼盲歪土唔掂啊，眼尾想下聊啲貨架，半房太太喜歡嘅小房啊。佢講出嘅係感度嘅聲音啊，吼，咩你家下要講到嘅芯片嘅刻板印象，咩加上會談到嘛嘅西南人啊，性格較堅強啊，西門人較溫柔啊，列出嚟芯片嘅刻板嘅印象。不過一開始喺西門人較太簡單，生活當中我唔知道，哪度係芯片嘅刻板印象？你先對嘅顏色最睇嘅先來好。唔是啊，係阿鳳伯啦，阿鳳伯係，又從細到大大家就聽彈歌嘅，西南人嚟講跌倒，我似個北方語來。西南人做唔得膠質，還有人知道西南人就一聽較快色，西南人就一聽較有力，西南人就一聽我生來較高，對來講公平嘛？唔公平嘛？錯嘛？啊，都難嚟比啊！一唔但差成法，呢連教育先生咩話嚟講？係嘛？真嘅咧，講到教育啊，就阿爸阿妹分享幾條雞胎嗬，講西拉種嘅書教育，西妹種嘅書教育，所以種就係當傳統嘅性別嘅刻板印象。結果係要當到西妹嚇，小學兵一天天叫我撕下來，比馬上就很較厲害，真嘅，比面就較正。嘅像嘅阿鳳伯。跟七感妹有摸誒，佢間中的都不卡土生人誒，為什麼一定是家庭主婦，不能是家庭主婦？黑妹，慢慢修復高質嘛。白妹，你知道咧？一談起來就係標準嘅男主外女主內嚟講，較簡單嘅理解。啊，從細到大太原本嘅啲觀念就係藍色。代表嘅就係西來，水黃色，水黃色就係西妹。天上咩係安尼色嘅？所以你流沙係誰來係嘛？西來啊！我哋兩條西來。你就講一個水黃色。冇準啊，就係大夫係咩水黃色咧？我不想講啊！我摸上係地白頭，係呢個摸上係地。還有朋友同學之間就會影響我，哎呦，啲西妹年代哦就無腦。係啊，有年齡同太咩係佢有無腦啊？冇啦，係要講嘅，西妹兒當靠驕子啦，西拉就會講強啦，西妹就會溫柔啦。誒，咩係知道安尼哦？從愛啊，嘈嘅時就就希望安尼哦，他強上一些就白。好咧，阿妹就會講啦，阿妹就會講，西啊唔可以嘈，我要嘈用。誒奇怪呢，阿西拉就唔是要嘈用咧。我深夜啦。係啊，嘈用呀，聽
事情，应该喺受永远就会做到，唔论性别嘅问题真啊。嘅啊，一係基本嘅禮貌咧，同生奶生妹有乜關係？係像我之前啊，各種嘅時節係土嘅跳舞班啊，就學跳舞。啊，時常就會講啊，細奶吼就會去辦東西啊，啊細阿妹就會講啊，去講我一邊啦吼。啊細奶就唔是好化妝啊，啊唔過細阿妹好化妝就係基本嘅。你係個表演者呢，你會上台表演呢，我會化妝，一係設計，我學嘅事情，一係台表嘅專業。乜間跳舞班？乜間跳舞班？你去跳舞嘅冇愛用。係啊，你去個嘅細奶我叫打臉做。係啊，全部都其實我感覺吼，應徵啊，講到盡緊有頭力。比如講像我啊，我沒被化妝啊，像我今天就畫了很漂亮的眼睛。青島嗰種啊。其實係娟姐畫的。好了，我嚟講吼，其實性別框架、性別這個刻板印象吼，唔單止安用啊，韓劇唐講應講吼，這個性別歧視，譬如講吼，佢講誰來的做唔得化妝，安用係性別框架，我應講誰來的化妝。係娘腔，安用係性別歧視，有負面影響。係，唔過你從細到大，比如講，爸爸媽媽本人嘅教育啊，甚至到學校嘅時節，咩有青島嘅教育會影響到你都出社會過後，咩係按你會看待所有男生就應該要怎麼樣，細妹人就應該去按呢？唔過有一句話講嘛，男兒有淚不輕彈，細男人做唔得凊彩鳩子，女子無才便是德，細妹人無才挑手氣好，大家知道你啊幾番會躺喺心頭。火就炒起來油嘛，係，我完全冇辦法認同亞基法。奇怪呢，啊細奶做唔得叫嘅話，按你佢就冇權利表達自家嘅感覺呢。啊個細阿妹就會講啊，我愛真冇去進步咧，啊叫佢就冇咧，這樣子就是會阻礙他學習成長啊。嗰時候就係捱喺家嘅，知道冇？唔係啦，我係同認真學習嘅好冇，上課啊認真懂認真很認真。冇啦，我知道嗬。我表達正確嘅表達自家嘅情緒吼，係所有人就應該去練習嘅。冇啊，有一擺譬如冇知道你自家嘅想法係乜嘅，你嘅情緒係乜嘅，啊你拄唔了嘅時節，有可能就會做出種激烈嘅風聲。大爆炸！哎呦，懂得人講嘅。而家啲我就先認同認真啦，因為我所講，我就算下好叫嘅人啊，係啊，我。內線比較發達。冇啦，唔係咁容易啦，所以講輸到一種感情咧，就較容易叫啊。你望我連看嗰種哆啦 A 夢嘅劇場嘅版本啊，吼，看到時我就會叫出來。哆啦 A 夢呢？係啊，有聽過？係啦，我上次做叫出來輕鬆快嘅，係啊，最容易感覺。攪爆鼓啊，攪爆鼓是會記啊，攪爆鼓啊，咩容易啦？誒，阿爺冇人知道呢種攪爆鼓嘅本人有蠻感覺。愛吃到佢講嘅同學，細奶想叫就叫啊，不要壓抑自家，像聽眼認同，真係自家哦，比較好。像係自家有一隻學生誒，佢細奶，佢性格就較踏實、較敏感。啊，有一擺人同佢練習嘅漢語朗讀，啱誒，佢就叫。為什麼？佢同佢講，先生係知道也主角也阿公吼，懂才歌，係知道佢懂故事，佢有自家表演嘅穩重程度，把情感投入，佢要直接表達佢自家嘅情緒，係知道也冇唔錯啊。佢說唔係細妹人咁做嚟叫，唔係細妹人嘅權利。哦，真勁吼，一什麼一個棒美吼。到槍嚟啊！中國話呢？中國人家笑呢？啊，唔是哈，佢嘛也很愛優秀啦。對哈，記得啊。女子無才便是德。細妹人無才挑手好。應該。就是有得，你有得，愛都有雙全嘅代表，睇下點啊？我覺得這個例子，我講，果子手高智商的女生，係比比皆是啦，才德兼具，她懂普遍的咩？像我安講，我咁講，我好渣點係冇？你是渣點啦，你前面後面就點點啦。好嘞，我知道後來個才德兼具，先不講那個阿棒妹啦，個才德兼備嘅，細阿妹都兩個時代真嘅係蠻耐做嘅，像係阿自己講牙齒咩係按那個才貌雙全嘅細阿妹。我咪像阿詩人講，我叫牙齒咧，我講我嘅姐姐
的真嘅非常有才，因为佢老外嘅自从比较起来，佢较理性嘅人，佢做事咩清有朴素，头脑非常的清楚。像我嘅自从愛去內位啊，佢就會問我嘅字，比如講我喺度客家電視台，我嘅字就吃家串，非常詳細嘅做菜嘅自信本記哦。再過來，佢哋經常會結婚啊，辦嘅婚禮啊，還有買布嘅啊，裝飾嘛嘅，全部都係嘅姐姐準備好勢勢，全部都佢想好嘅。一手包辦。我講我姐就非常嘅有才嘅人。佢做隻老王太太做好朋友，真嘅，做乜嘅？有機會做隻搞一下王太太。你都係安尼。真係即係他來留一下。我們講其實我知道阿自己講嘅同學，就係講唔好想講，什麼人家係咪他冇認路啊，都是路痴啊，誰來人家懂會自殺，拜託誰來人家路痴的超級多，好不好？只是他們不願意承認，這些單手倒出，哎呦，嘟嘟嘟嘟嘟。冇錯哈。咁講咧，我想聊下上嚟從那個觀眾朋友先想一下，先想一下，你們也都成發地圖有度過嘛個性別嘅框架，係性別嘅限制，係掠到嘅性別嘅刻板印象，到底係有哪啲嘅好講嚟？等下再嚟繼續嚟分享了。今年馬上冇來，應該係錯兩年嘅。麗佳主持客家嘅法堂哦，算是吸金女王哦。佢今年冇來哈，一聽哈就是看不上這個通告費啦。到現在所才有一傳千咧。認真講起來，麗佳真係傳情大家。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嗬，加體育團有滿到青島大家嘅馬介性別刻板嘅印象，比如講馬介男兒有淚不輕彈，女子無才便是德，當然都了解死退，加上會知道呢啲嘅話當然唔係正確嘅嘛。不過你嘅從細開始嘅教育會知道講，當讀本來你灌輸青島嘅觀念，就是加強這個性別刻板印象。比如講馬介細漢人會教馬介會教菜啊，會教機器人啊，嘅什麼人會教馬介教人工嘅，大家有知道人嘅生活當中會安尼嗎？阿姊，我冇認同，冇認同你嘅記法。因為像我表老太有講啊，跟眼氣啊，主要嘅要求嘅多功能性，按用咱們寫到先年去教嘛，像啲芭比娃娃，記得爸爸，做啲扮丈夫啊，做啲扮嘅跳男模啊，還做啲扮嘅卡棒啊，扮嘅戴嘅乜嘅項鏈啊，按用這樣嘅，唔過嘅菜啊，有啲時就較簡單較無啦，咩硬嘅去教嘅曬條，都教嘅才會卡到。差額做啲玩輪胎啊，還可以貼貼紙啊。芭比娃娃現在沒玩。它還可以變形金剛啊！芭比娃娃樹做得拔下來啊，腳做得折下來啊。可能我嘅表老太較冇錢啦，故所佢買唔起嘅變形金剛。他那你送以後咧？係啊，好冇問題。對你細人家來講，真健康嘅眼期就係較愛多樣化，愛多變。佢做得嘛個組合嘛，青島嘅組合嘅世界，故所真嘅有青島嘅細人家會教你嘅芭比娃娃，係愛成人。但不過對細人來講，教乜嘅唔係重點係要慢慢強下來教，就係重點。其實我當認同至於講嘅啊，因為我咁講嗬，譬如講我社區節哦，我撈我阿叔爸向提高嘅時間，我是會教賽車啊，我是會教日本人感覺係社來會教嘅。天空遊戲。咁我撈我阿叔姊妹來教嘅時間，我是會教英講啊，所以我感覺嗬小朋友係對眼肌嗬冇乜嘅分性別啊，然後係睇嚟之後社會就該規範，佢講社來去教乜嘅，社會去教乜嘅，其實我對小朋友嚟講啊，全強讓。係，唔係校教乜嘅，就校教乜嘅，係唔係？嘅阿小鳳啊，眼妹嘅係用版情況。我知道我因為環境冇強用嘅人，因為佢細細個下佢讀嘅體檢幼稚園，喺細來較多。結果佢轉來以後呢，佢就要人嚟讀嘅加工嘅菜。不過後來後佢揾嘅聽意見，佢辦方嘅細妹較多嘅幼稚園以後，佢轉來就開始愛教嘅咖喱飯，用那個家家酒就開始講爸爸啊，那兩位糾正我講。對，假的啦，假裝啦，然後你真的吃掉？係啊，叫佢叫我，開始學演默劇。係啊，仲有一個強者，還沒啦，在這裡啦，恐機就開始啦。
一下。古早小凤讲到喺嘛个，就係你輸到環境嘅讓強。比如講，你一開始可能看到一身上夫嘅時候，你就知道講，一身上夫冇蠻好看。唔過順風嘅，比如講，嘛個應徵啊、質疑啊、一顯啊，都讓你講，你開始真好看呢，你就知道，開始洗腦自己，真像咩當好看呢？會輸到太假影響來改變自己本單上嘅教嘅東西，咩有可能嘅。阿爺咪，聽講我老人嘅人工嘅嚟交接係冇？冇錯，我先同我芭比娃娃比勝用誒，因為我頭擺啊，搞個芭比娃娃，就攞佢嘅衫褲全部脫髒髒。哎，變態喎！大家嘅呢個蠟筆按用爸爸同佢化妝，因為我唔會講，就按用亂講，我會打扮。古上講，我就唔會，打扮啊，食嘢就唔係社會人，你轉。古上從細就冇邊個做應該係心理變態比較多一點。那可能老芯片自己冇買過。刻板印象冇關係。係自己嘅問題啦。係個人嘅問題，我就係代表我社會人，我就唔曉得打扮啊。古上唔講，將我東區房有一隻蘇州卡邦嘅一隻店，很美的手作包，很美哦。佢嘅設計吼，頭家佢自己做裁縫，自己做設計，哇，很強。動腔嘅頭家就係寫來嘅，吼，古上我就知道，佢嘅作品啊，就東定影響啊，做佢東有才氣。懂到嘅寫來其實它的美感比女性還要好。認同。其實呢種彩線、呢種彩花和彩條，其實冇分性別，係看你用辦法配用呢個過程。因為佢會按你講嘛，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我材必有用。如果自家潛到人嘅專長，有可能你係變咗你後來會識條路用辦法落實嘅素材嚇。唔過，加上你係咪談到乜嘅？你到沙飛過後，唔係談到乜嘅？你細啦，你穿錢應該係穿到比細妹人較多啊，用辦協家庭哦，係唔係？談到呢幾塊時節，你用辦來看呢幾塊嘅白鉗。我冇辦法認同，我真經冇辦法認同。你看我頭前兩位，哎呦，安徽傳千哦，咩獎係嗎？哎呦呀！呢度嘅Cartoon Network 嗬，哎呦，主持到天貴哦。你看誰來一個主持熱切運哦，咁個誰某一個主持哦，穩那個什麼穩居後座，毅力不搖，哎呦，傳安到錢，罕有你看，今年馬上冇來，應該不會錯兩位嘅。麗家主持客家嘅法通哦，算是吸金女王哦，佢今年冇來嗬。一聽哈，就是看不上這個通告費啦。因為還好豆千來說才會去傳千咧。認真講起來，麗家真係傳千大獎。無來講嘢係冇錯，無來青眼夢。麗家收錢啦，係。錯順啦。唔過其實呢，白鉗講唔對，我都係佢白鉗師傅。因為問講，佢傳錢，因為他看不起台幣啊，佢都傳外國嘅啊英鎊啊，厲害冇？冇把好講嘅好。好啦，其實咧，細佬嘅傳錢比細妹還較多呢一件事情，我唔係完全反對嘅。因為像我嘅順風親到嘅細妹朋友啊，你顏色應落應太了後呢，就會結婚嘛。恭喜你啊！恭喜你啊！細妹樣辦，就會離開嘅職場轉去做個屋卡。故說可能有啲細佬真係傳比細妹還較多。做乜嘅幾天係細妹要照顧細佬嘅？誰來做唔得咯？可能就冇辦法照顧啊，你都得照顧。做得啦！你這也是性別刻板印象。白鉗刻板印象，白鉗刻板印象。係，唔過你認真講起來，雖然青島嘅爸爸咪做得照顧細爺，像小鳳就做得照顧。你要照顧東河啊！係啊，你做得。唔過呢，佢細爺一開始出來嘅時節，嘅時節，20呢，才有咧用辦。我係英國嘅大部分都係下意思阿妹，下意思阿妹。故說呢，一開始細妹就會離開職場來照顧細爺嘅較多。育嬰假，好啦，辛苦咧，辛苦咧。我一件事情當重要，故說細佬最天傳到比細妹較多，樣辦？因為細妹離開職場啊，你家庭按樣辦運作，就細佬愛賺較多錢，按用經濟嘅責任就會較多。性別框架就你在做的啦。哎呦，我還是有某一天呢。你看。係啊，因為從有上時啊，你可以來計算一下啦，嗬。有啲會計細佬咧，佢就較唔愛賺錢啦，嗬。啊，有啲會計細阿妹咧，就對呀嘅自家嘅頭路較有想法啦。故所應該嗬，來討論一下，我來想看啊，我來面看啊。機會成本算一下。係啊，嗬。所以嘅嗬 CP 值較高嘅啦，嗬。結果算到 CP 值最高嘅就係買姜。就唔得安尼，台灣。
充有嘅，古种系知道啦，应该来看一下，慢人卡晓得做乜嘅事情。你都会嘅细奶，要懂会照顾生意嘅啊，吼，跟爸爸吼比较有力气跟孩子跑来跑去，玩来玩去，妈妈只会叫他去睡觉。因为妈妈要追剧。哦。应征以后做还没去会按人啊，古种呀，我扣应征会生意。怎样？先打预防针呢。真的有刻板印象。应征迄本把欠捞神啊，因为给投资报酬，你算到清清楚楚，係冇？係啊，前幾年白欠來係冇？白欠來咧。白欠來咧。我咪今年同一個應徵講嘅啊，你用善因向下組成一個家庭啊，就共同來經營哦，就唔好本一個慢人做家事做到較多較細玩用錢，唔好本到按要咩，就講迄個危險去做條路做到較安全。啊，愛朋友吼，可能佢就係先做愛嘅原本愛做嘅東西，就互相的去互補玩用。呀，就會吼神隊友，神隊友。可是遇到你豬隊友怎麼辦？我當然係神隊友啊！我就係嗰種細妹人吼，我能力咩當吼，我做得勇氣㗎，我實力咩唔可以比細人行較唔好。像我有個朋友，佢穿啲錢吼，同佢先生做嚟講財力相當，穿唔可以比佢先生行較少。圈動手誒，係圈動豆。春凍豆，春凍豆，唔係春凍手，佢踢菜果誒，春凍豆。哦，春凍豆，故說乜嘅細奶嘅天數愛穿比細妹人下卡多，有幾番我知道就係太男人主義嘅法。你種觀念接上會本唔管係細奶，應該係細妹人動到壓力，係細奶應該就會有一種社會上的框架壓力，因為小飛講，細奶應該傳錢係傳下多哦，細妹人你全部卡股生意時候，你唔是來上班，就會有這種社會上的壓力嘛。咁財創會就結婚要公司嘅阿爸，唔是來打咁多啦。你認為咧？我知道吼，雖然講到按度，唔過咧下職場方係係冇公平，所以講要為到公平，然後先可以相當多嘅乜嘅例假啦、福利啊，對產假啦、育嬰假啦，吼，唔過咧，當人佢唔敢搶，有本事你搶㗎。我公司有當到去評比啊，我要嘅升遷啊，佢度一大分數㗎嚇，因為唔只搶價。古上人分數已經就看，係啊，結果唔免phải驚啊，有價你免唔敢搶啊。古上人知道，其實細妹人啲職場方啦，尤其係上班族，多多少少就一定要比細奶人較辛苦。真嘅，因為你當像阿鳳伯有講到，即係正經本人兩條街啫，你敢唔正經去搶？你喺省錢方面啊，不管係你喺省錢，還有其他嘅福利兩條，你細妹人家正經行肉食意思咧，係冇嘅阿鳳伯係冇。係啊，古上我知道，我聽到老鳳太太講，一職場方總唔去拼，有錢盡量去穿，係有錢就盡量去試，唔是講講我本來做面子。給他買意思嘛？吉祥安懶死，吉祥安懶死，還叫不用花錢啊！俺就大家刻板印象嘛，個細奶一定要穿卡多、試卡多，唔是細妹人有彩票就穿卡多，有彩票就試卡多。你吉祥會幫啲不卡了，唔是講嚟下面子啦，男人都是貓啊！阿師傅，日本用真係穿錢，唔講唔咩凸身一下，都不卡好好估價就好了。你觀眾朋友咪想下，你當日嘅成發當中有度過嘛？嘅性別嘅刻板印象，下一段節目轉來，哎呀，講嘅下眼嚴重、下眼嚴條嘅事情，就係講嘅性別歧視，到底係嘛嘅？等下轉來繼續來分享了。哎呦，真係恐怖咧！駕駛兩千哦，坐在肚皮內，本白欠來學習，本白欠來補習來學菜藝。哎呦，這樣會有多好？肯定會走好嘞，好嘞。歡迎大家都轉嚟後生台上個嘅節目現場吼，搶了下兩個時代科技案發達，想要買東西就動方便嘛。你家上會有一句話講，細妹人家係咪動家去用方買東西？網拍啊，就是女人的第二生命啊。你要按好買東西，家總要按好事前亂花錢，咁正經係按呢？你應徵咁好按好花錢。懂真。我呢邊你想
的讲法，你好买嘛嘅就会散肤啦，啊买嘅鞋啦、卡巴啦，那个全部就会小扣钱来通过，跟西来等阵买起来阿妹哦呀，买嘅茶的啦吼，还有买嘅天通啦、天通啦，还有我要有东西。卖你会凊彩不用我只在卖茶。有片嘅茶咩清贵呢？即系咩係動腦人啊吼，佢賣茶還會貴茶嘅，嗰個調歌啊，估上完看啊，你細阿妹發嘅就會小扣錢。你们才麻煩呢，一個保養品一層一層疊上去。唔過呀就會充電啦，你就講你細阿妹發錢就會 V 到細拉啊，女為悅己者容，你係喊你買超要在女生的耶。哎呦，火藥味，冇仔的，阿有冇唔因為嘅阿燕子呢？我都認同，係唔係？比起細妹嘅細來買嘅東西還較多。等一下，後面的先安靜哦。係，不要反駁，像家嘅講誒，嘅單價都當貴啊，嚇死人，嚇死人啊！而且又不會打折，還有佢嘅咩翕相嘅器材啦、手錶啊、名牌數嘅都係名牌嘅。係姑所講誒，還較花錢。張模安用你懂上腔好冇？我們都買1送1，週年慶大折扣。給卡邦一給7萬塊，冇，要去掉2個0。700塊，很便宜啊。係啊，我要買200、300。等下同講。都買價係冇價貨啊！跟阿姐因為你嘅觀念對你來講係唔正確，也係正確嘅。記得看到硬會講唔正確咯。好講法哦，媽媽。同認同，非常認同印證，非常認同阿師爺。唔過我認識嘅係細來請靠做嘅名路當好買嘛嘅買衫褲，我認識嘅哦，即係按用，佢當年就溜數嘅看嘅名路當紅嘅衫褲啊，還比硬下最近用埋週年慶嘅發通啊，雙11，唔但係按用，還有黑色星期五。我一個嘅咩？係，韓國係當年溜數唔緊，唔但係按用，佢還會傳給哪度？人哋嘅群組底背度傳嘛嘅襖嘅啊，衫褲啊。夫呀，我們講，要再有獎嘛，要再做點嘛，大家一起團購，不，就是要看我們的意見。你講獎就買，獎就買。你係神靈影係冇啊？係啊，創意我們係當嘅。係要入股。好，然後大家講一個反對嘅理由吼，係什麼哦？相反嘅理由，嘿，就係曖昧，就是我媽媽，嘿。喺咩吼？結婚到了下，差唔多30年了哦。不過佢從來冇買。冇賣自家嘅東西，佢冇賣過，佢冇賣過自家嘅東西，自家嘅衫。真嘅，佢做乜嘅？佢手鏈係4千。佢手鏈吼，你一下白嘅卡邦吼，背包吼，全係嗌國小嘅師姐吼，安親班送嘅。天啊！卡邦會跳啊！安親班上的這麼好，可以背到現在。冇啊，佢跳誰？大概速度準。你有沒有看過自己背背包？啊，大家也是這樣的概念。應該唔白呢。好啦，我喺度大家講嘅一個理由吼，係因為我媽媽當後傳錢啦，佢為咗傳錢哦，佢從台北到桃園吼通勤上班，長達20年嘅時間哦。日白吼，第一代通勤族啊。嘿，日白吼，佢前幾號星期5爽快啊，佢北平啊東陽村吼，佢東後是雲林港。佢看到吼車站哦，就是他要出火車站嘅時節哦，佢看到車站個順條哦，就買個魷魚羹哦，熱乎乎啊，感覺凍好啊，這樣子就可以不用請假，身體咪會好一點點。開始輸送。因為佢係佢凍好食嘅東西嘛，結果咧，他一走到前面去看，還有牌子上面寫日元愛50 Q， 然後他就打退堂鼓了。才50塊。該東西我演給大家看。該東西。哎呦，真正挺貴的，假使2千哦，做啲肚皮咧，本白腔咧學習，本白腔咧補習咧學菜藝，哎呦，這樣會有多好？絕對會走好嘞，好嘞，兩條演冇講戲嘞，這個本來講係搶啦，我聽到都係未聽清。跟素行會按的，跟素行會按的。
好嘞，旁边那个导演把他拉走，这2位演员点好冇？我甲白欠讲自己係動感性嘅故事，就像安尼個老公演員就講嘛，熱愛石子衝江水，志向洋洋，冇嘅單管蟲，就是父母吼對自家嘅聲音就付出嘅這種心情啊，嘅小鳳，讓媽媽咪係安尼嘅人。其實阿妹老闆嘅阿妹差唔多。周西球，你说第一个送你去戏曲学院，无伫大家面前共同规划，我讲的。因为吼，我从小到未听啊去思创，佢自由买菜天天，你唔可以买自己嘅东西，除得福卡我用嘅，冲啊！真的，他们眼睛有那种自动扫描哎。嘿嘿，今日看过去吼，看到嘅50球就会绕过，挺贵嘅，挺贵。还有记得那个记忆动猴哎，一条街到安昌哦，他都记得哪边是最便宜的。係，我主頭到講，哦，原來西方語就係安尼。結果咧，我後來要出解家庭以後，我張主講，完全唔係安尼啊！你名啥西方係點龍太，我係較實際嘅人，係其較水風式嘅想法。佢為到我做乜嘅東西，專門去買，先去想一般來講，我先去準備嘛，叫佢準備到當車，然後結果哦，原來我保安係同我買嘅咋。萬能智慧鍋，我們都說不要用一次性餐具嘛。結果咧，佢熱潮過了以後，就變一次性的那個廚具、鍋具。係啊，然後就不用再記得啊，看到我屋企有兩隻太同天鍋嘅，佢當嚟講嘅萬能智慧鍋做在哪煮飯。看到跟那2個大同電鍋，我唔知講乜嘅你我發好學長，也係身在福中不敵福，你有嗎？人家要做那出。佢就想要做好事嘅本意是這樣去買啊，係嘛？懂心先，人家要抓住男人的胃，就懂心先。嗱，我頭髮標唔撈人哋。你就買他嘅生活案例啦。我嘅買進來，係唔係阿小鳳自己嚟煮？係啊，我哋係有兩隻太同天鍋，嗰一隻萬能智慧鍋。煮那個鴨肉麵嘛，我看。有太同天鍋都得捐出去的，反正那個都萬能啊。係啦，輸入指令就講了嘅好，了嘅現團員正經好講買東西，正經係一種舒壓嘅方式。唔過，三人問本來係大家講啊，家咩要講到一件話題在講男主外。主內，男主外女主內這個問題，誰來人出去賺錢？誰來人？他都不看唔開，土生人啊，相夫教子啊，又開始做太戲，安尼感覺，給阿燕真有認同嘛？其實我知道啦，應該愛太起家就去吃困啦。你誰來我來聽舒服卡西啦，哈，我來估價你就抵到路。其實做一個不用嘅，咩係懂辛苦哈，不會說我們女生什麼阿爸買個新嘅，看到折扣我們就去買。其實不考。我也呢，你會嗎？有啊，當然愛啊。唔過係你不卡真係有懂到嘅錢愛試啦。啊，細阿妹佢咩做地出去攞杯做條路，佢就抵到吼，一個沙飛嘅生存無簡單啦。嗰時候太時間就去吃困啦，按你將會了解到吼，對方嘅辛苦，無論用辦嚟最重要嘅事情就會平等對待啦，平等對待。因為呀下現推嘅沙飛無分乜嘅啊男主外女主內咧。也沒有那個拿錢全部開始一台。真見一動衝，有動衝你就會講，哎呦，我拿錢賺來，我追台冇啊，我咩要拿錢賺來啊？冇到聽聽。因為就親因同因真講嘅啦，因為我就記個例子來講，就後來阿沃卡就完全是把這個男主外女主類是顛倒過來嘅。因為阿妹出去我要上班，啊阿爸爸呢喺啲沃卡開店。啊，就緊照顧阿老妹，韓國愛。啊，故所家主變到係阿妹主外，啊男主女嘅。係啊，你喺台北人係嘛？係。我啲台北開店。哎呀！來，大家看一下他戴的錶。啊，冇，阿燕妹咧。係，嗌咩要同以前共用唔使用嘅嘢啦，就係有隻朋友，就係佢就講佢生完過後，佢產後憂鬱懂洋蔥，係嗰時候佢看到佢生完知道很煩咯，佢暗啲動態，嗰時候還有佢就同佢先生討論過後，佢先生就先去請個育嬰假，啊佢不用啊，就先出去做事，佢一下整件情況又較好誒，嗰時候就係2-3年我有共識啊，2-3年咯討論過後就冇聽到一定愛乜嘅男主外主內啊，彼此是種戰爭的感覺。嫁接。太難，雲林，
加一啦，加一。我聪认同哦，你们讲讲吼，像应征该下就讲讲吼，我看那个 CP 值啦，我算一下机会成本。假使个喊好多个人传好多个人来签哦，传好多还签个人吼。毛多个签个人就去做事。去做事啊！假使个传喊好少个人吼，你就带到屋卡啊，照顾成啊。假使个喊好照顾成个个屋卡。他会照顾成人概念，今就留到屋卡。嘿，假使两沙全东北传钱呢，用咩去？就全家去存钱。请玛利亚。新年啊，给假使两山唔会传钱用嘅。来，我们大家一起祝福平安顺利。好啦，其實我係知道咧嘅現代人啊，對咧嘅家庭嘅生活嘅方式，落頭擺真係冇強讓咧。唔係講細人一定要出去賺錢做事，細蚊人啊都不卡顧細人啊嚟係顧家呢種嘅。你下細人咩千多搶嘅育嬰假啊，都不卡吐細人嘛。嘅觀眾朋友咩想下，而家不卡家庭係用辦嘅形式咧？你等下再講討論一下，乜嘅係性別刻板印象係有哪啲情況了？我國中各種嘅書籍哦，就係乏人問津啊，你一下咧。乏人問津。哦冇，都好捱嘅，希望捱嘅銀行喺度推俾火柴頭。有冇？哎呦，冇看到呢。冇看到。冇看到啊！等下你係青葉版係冇？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吼，呢一段先問大家講係講到結婚啊，我想可能都當到人嘅心目當中已經係最好嘅事情。唔過呢係需要，唔係必要。到嚟嘅時代，接送有人會講到嘛嘅細蚊人家，假使係慢結婚啊，佢人嘅價值就會越來越大呢。啲細粒人家係慢到結婚，點都係嘛嘅黃金單身哥啊！咁係真見佢按呢，跟你就羨慕人下菜市場顏色最大又唔係黃金單身哥嘅阿小鳳，你認為咧？以前個注視最大啦。哎呦，唔是咱來打廣告啦，其實也真係對細蚊來講有較冇公平嘅事實嘅，因為細蚊人年紀進來進大嘅時間，人家就會注意到嘛個問題嘛，你還有愛講冇？哦，係嘛？不過有結婚也冇結婚哦。像我有一個朋友，我特別啲提供所謂服務嘅時間，佢就兩公婆年紀差唔多47歲，細大人就為到保護佢保養，故所佢就對佢朋友講：我哋冇愛講細人嘅，亦都唔是我別亂想嘅，我哋冇愛講。像細人我哋結婚當吼啊，正經會有條嘅限制啦，就會講像我哋講細人一件事情，唔係講偏人嘅看法，主要係生理當紅嘅問題。一啲對細人我嚟講，確實有少可冇公平啦。係啊，佢江水走嘅就唔可以有水。冇講啊！大家揾住到咧，係咪應該淹水後台，正經會計價錢應該見低，係冇？因為講細啦，應該淹水後台，啲店都係單性歌，黃金單性歌。其實吼，我感覺吼，細冇有假使經來經落吼，真經會少理一下會講唔出來嘅事情。不過你係科技吼，真經當正鋪，所以細冇吼經來經落吼，係價值的高低啊，我就唔敢講啦。不過講細來好咧，細來你看吼，佢雖然哦該見識增加，它就連經濟能力嘅提升吼，你看，哎呦，這個價值完全就冇強容啦。從我來講好咧，我國中各種嘅書籍哦，就係乏人問津啊，你一下咧。乏人問津。哦冇，都唔好捱嘅，希望捱嘅銀行喺度推俾火柴頭。有冇？哎呦，冇看到呢。你冇看到冇看到啊！等下，你係青葉版係冇？即刻上誒！青葉版就拍到，我攞唔講啊，拍到梗係偏東嚟啦，全係看唔到嘅。我講誒，其實我感覺唔單止係家下主持人就講唔錯咧，你有問佢家下講黃金單身漢，其實你細妹裡面做嘅黃金單身女郎，真的是黃金，就是不分年紀的。錯，因為之前我就讀到一個阿婆，叫佢去遼寧雅思，冇眼用幫行，我就講哦阿婆你去遼寧雅思哦，哎呀，聽下，我就帶遼寧雅思，我喺賬戶卡嘟好，你就強下行，我就帶佢賺錢。遇到詐騙集團嗎？今日係青葉版多哦。今日教你啊，後尾故事繼續談好，你就行，我就說阿婆為乜解你一生懂路嘅一生
上人第一片，佢就冇啦，我第一個巴黎轉來嘅，佢就講佢第一片，後上嘅時就第一片做勢，做了30年嘅時間哦，後來退休咧，有段時間有閒就轉來，佢就講為嘛今年13年轉來，嘅新年嘅我老公哦，佢就講冇，我是單身貴族，佢就按我老闆講，不會說對，他說我是單身貴族，我說哇，單身貴族啊，當好呢。有冇叫欠筍的嘛？佢阿婆呢唔但睇機片有冇嘅哦，因為佢保養的非常的好，身體咩看起來非常的健康，很超嘅身材。那你還叫人家阿婆？係咪我一個阿婆咯？我佢就係阿婆啊，70多歲。有 P 到掀係嘛？有開天，我家嘢，切下個。露眼掀。啱我講啊。我講怕我會聊。講翻咧，談吐咩非常好，非常有內涵。嗰時候 Annie 裡面就係做單身女啦。係之前就係講家阿姊講到，即係13年當期，馬街做無減嘅時節，加心肝度就當充實當充實嘅時節，加想法去當好。咁加上人樣樣前面，啷個一盤，然後人做盤，佢咪有自家壓過，自己找麻煩，係唔係？就佢接下來，佢阿言喎，你對呢個有咩看法咧？我知道呀，就係非戰之罪，因為現在社會嘅構造結構就冇公平嘛，就會有動到冇公平嘅觀念出來。比如講，社會人人佢一睇一講唔出來，跟卵子就冇空間呢。我就嚇，社會冇結婚就係老姑婆，就會有乜嘅老女人、剩女、大齡剩女，有一次就本身我知道啊，懂某家層，也都係世俗的既定印象。有的人啊唔想結婚，大男生以後啊，係啊樣誒，啊，自家又要穿錢，啊，又要照顧自家，還可以去巴黎咧。我就按用個觀念，我知道我硬講按用刻板印象來發落行人㗎，到到社會堂堂知道，我係聽講結婚，你之前係咪按摩吧？我都差咧，你有冇？係，之前我學到。夫唔使夫茶白係冇，夫茶表。金錢會結婚，係35歲嘅列車啊，用聲音列。25歲以前喝都還有效哦。唔係啊你啦，係阿姨嘅人，你知道你嘅法庭最知道嘅，什麼人家老細啦，人家咁正經會聽定顏色有乜嘅無共用嘅變化。我所應該係講一下嘅水電時代改變咩？韓國有什麼嘅教育啊？啥非改變，是非生活充滿陰間。當天，哇！水電嘅教育長途見來見過啊，韓國什麼咩有自家嘅夢想可以追，或者夢想到手過後吼，將來結婚，其實咩唔會慢咧，像阿爸阿媽啊，佢哋就係慢結婚，又慢講生意咧，喺度係就讓阿妹講吼，難怪你現在就長胡子。唔好咁大嘴鼓啊，咁冇禮貌咧。用胸來講下的評論。我來講，你真嘅係30年前吼，你真是走在時尚尖端啦，真是高齡產婦啊，又晚結婚那種。真嘅吼。現在看就有點後悔了。唔過正經像家以前講到咧，嘅時代正經無共用，老頭擺無共用，即係講，什麼人家沒有受到教育，有冇知道嘅？嘅女權要意識要提升，就係知道講，什麼人家沒做得甜夢啊？唔過，接下來有個法庭在講，你接送有談到用路香港嘛嘅馬路三寶。馬路三寶係嘛嘅6年5年啊，6、5年啊，哎呀，即係夫人家用乜講嘅3、5年啦，一講係真嘅呢，阿自然知道講真嘅。其實樣藝真係有啲會認同咧，從藝切家。你會聲音切家嗎？弄人家。你是屬於老人、女人，還是老女人的部分？我係少子，係從藝切家少子嘅夫婦咧，就真係係散步，因為你藝真係加上看到現在散步就係夫人家下度，還有老夫人家嘛，嗰種嘅藝切家就將來會變成老夫人家散步。你已經試了，嗰種藝就唔會去市場，唔會送路哦，係藝係輕軌嘅散步。其實按你去懂吼，因為提前做有預告。要先跟警廣講一下。警廣那個即時路況就會寫，今日有一位三寶行駛經過哪一條路段。剛接收到電話，有一位三寶正在行駛在我們南京路。向太子家來注意。向太子受邀，請朋友注意，千萬唔好死兩條路吼。跟阿師人談到阿姊安尼講，你用扮相。阿姊，拜託唔好愛按樣因素好嘛？要有關社會人面子問題。下面子。到細來嘅自家咩去散步啊？你太路巷堵到事情，先馬上講。啊！你踩
滚，棒棒滚，要你用来试茶，要试茶喏。你喺講切解喎。唔錯，係做一啲乜啲茶度好嗎？你呢？跟後代你嘅茶嘅隔音很好誒。啊，是人家茶嘅喇叭嗰度有隻手掌印。唔錯，硬聽嗌搭拜就按用。唔過嗌試茶嘅技術啱埋你好，嗌唔係散步，一單純就係講人咧行為還有嘅試茶嘅素質嘅問題吼。嗌係人吼一好，唔過嗌就係講嗌咩散步，我想講搭拜用嘅西拉嘅違法哦，都冇事情。都係細妹嘅人睇架頭嘅，用碰鏡來看人咯。係哦，真嘅哦。我而家睇機動上講係相當有問題，有人講散步係長出來，我用來看點啊？有啲人嚇，有啲細妹人，佢後生嘅時節，佢想愛向用嘅試茶，我佢冇機會點啊？因為佢本人保護都挺好嘅，係，像係，以後佢就冇機會好好試咧。就阿師人嘅問題就喺度冇好，因為冇人種。對啊，要加姐，嗌要加姐喎。要加姐，用幾邊幫佢？如果冇人種就冇機會，估數一次架，突一架，係估數兩下就按位事。係，唔過講真嘅，你用路行真嘅用那個馬路散步來少那個細妹人家，哎呦，你細妹人家還冇個就是路痴啦，拜託嘅細人家路痴的比例更高，就是黑油啦。真嘅要 Google 導航吼，唔過吼，最尾新聞大家講到兩條嘅刻板嘅印象，樣板教育下一台，韓國樣板冇本自家變做有新片刻板印象嘅人啊認真。知道漏發一記啦，吼就會對七家先走起啦。啊，有上事做唔錯事情嘅時節，就太風來聲音啊，冇一個，哎呀，叫佢入面嘅寫啊，冇啦吼，啊，寫來哦，去辦東西，哦，你愛對七家先走起，啊，你咧下一台嘅人啊，聲音嘅看到咧，佢咩會感受得到，咩會了解到，你做唔得要按你嘅新片嘅刻板印象啦。係冇唔錯，啊，有冇人知道咧？樣板戲冇本自家，還有下一台有呢種新片嘅刻板印象。我知道吼，細奶嘅同細妹能力無共用啦，可以尊重別人嘅特質，每上一種無共嘅個體咩，像我書到嘅男性別嘅漢字，還有個 Q 嘅觀念吼，比較根深蒂固。你想講，嘅細嘢就係一種拍子，我搞佢要去尊重嘅性別嘅特質，還有假使講談到嘅細嘢，我會講出嘛，性別霸凌啊，會同人家按乜嘅片面，按錯娘娘腔，係，冇一種嘅啦，夾糾正佢，唔可以隨便。其實吼，我知道今日大家講到按到新片嘅刻板嘅印象，按到話題，其實唔係老嘅，你嘅觀眾朋友講，你做得按嚟做，其實點到老嘅都講，你千萬唔好按嚟教育人嘅聲嘅，你遇到呢個情況嘅時候，係用乜嘅？用包容、包含嘅心態去面對。當你做得去包含到，你冇強用嘅時節，呢個社會就係。嚇煩惱到嘅係唔係？嘅觀眾朋友，因為希望啊，人嘅性別嘅呢條偏見啊，不管係呢條偏見，也係刻板印象，甚至係性別歧視，呢下開始攞去改態，你嘅社會變到行得好咯。我記得咯，下禮拜香港嘅時間，你哋繼續嚟收看《後生太上宮》，要話太假講。拜拜了，拜拜，拜拜，再會了。手汗，什麼？